般新北嘅昨日暗杀 F-12战机伫咧花莲外海失去联络，空军竟发布搜救影片，强调绝对袂放弃。台北市宣布，营养午餐免费进场了后，有几个县市也搁咧响应。那新北市是讲，因是全国负担上介重的，因会搁再研究。受到强烈大流冷气团和辐射降温的影响，气象署提醒中部以北，还有东部是真寒。那阿里山早起要9点的时阵要落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暗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飞官新北嘅昨日暗呢，伊是使这 F-12战机伫咧花莲外海失去联络。空军伫今仔日有发布搜救影片，强调绝对袂放弃。总统赖清德也表示讲，这国军海巡加入搜救行动，希望大家做伙来替这个飞行官祈祷。那针对着这防寒衫自动防冻地系统的问题，空军是回应讲1300领的防寒飞行衫拢伫咧交货，3月底完成。那国防部长郭立雄也讲，自动防冻地系统拼明年拢甲斗起哩。C-130空军机快速飞升，飞去失速海峡顶面，导航照平台照跟花莲外海。P-34巡逻机家己搜救行动，地面也有无人机升空空军配合发布影片，强调绝对袂放弃，三军一定尽全力搜救，让失联的 F-12飞官新北家转来。海巡所有人克服真歹的海象，花莲海巡队采取双天并进，做联合搜索。花莲人透早也互看到准备出港，要赶去失事的海峡。另外，海巡人员沿花际继续找找通讯车辆伫边仔待命，飞官新北嘅登地驾驶 F-12意外失事。总统赖清德高度关切，强调国军海巡有愿继续全力搜救。我非常希望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为辛伯义上尉集气。我们也祈祷他能够平安归来。国军累计派出30架次飞行机、2架无人机，海军甲海巡有22架舰艇，6上180名官兵投入搜救。针对新北嘅反应 F-12因为电脑 MMC 故障，国防部长郭立雄亲自回应。在114年1月开始。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经过软体升级之后，这个 MMC 的一个已经呈现一个稳定状态。F-12的相关装备包括防寒衣、自动防冻地系统、防击机有完无到位。对此，郭立雄表示，自动防冻地系统类比整合所费需要应该并明年全数核增。空军回应去年买的1300多领防寒飞行衫，预计3月全部交货。像在5联队，它也已经有部分的交货，因为它的型号的关系，所以说它有的型号已经先交货，有部分已经先交了。好，那你3、4月间要交货的数量多少？就是全部交完。另外 ，F-12失事，空军下令执行停案特检，外界烦恼恐惊影响战备，郭立雄回应，特检作业拜六完成。航空未产生航旁。另外，伊也表示，向美国买的66架 F-12，目前生产线已经组成56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国台办切的时阵，甲内政部长刘世峰，也个教育部长陈英耀，或者是台独顽固分子，也甲这高检署的检察官陈淑仪列入去台独帮凶拍手。总统赖清德伫今仔日是搁再强调讲，两岸之间无相关性的问题，也强调袂允准中国的手伸来到台湾。身为总统，对任何一个被中国进行跨境镇压的人民感到骄傲。回击中国国台办前一日，将内政部长刘世峰、教育部长陈英耀来做台独顽固分子，各将侦办国安案件的高检署检察官，陈淑仪来做台独帮凶拍手。总统赖清德表示，两岸互相无隶属，中国公开了伫台湾无权利，各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声。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清楚了解，对台湾进行针对性的军演，绝对不是和平的行动；对台湾进行统战渗透、跨境镇压，更不可能达到统一台湾的目标，绝对不容许中国的压力、中国的手伸进台湾这块土地上来。面对中共继续对台威胁恐吓，陆委会也严正表示，会采取必要的作为，具体措施研究完成了后，会向各界报告。对未来1年的两岸关系，陆委会讲，有关是充满挑战。今年两会中共将通过“1055”的规划纲要，加大对台促融促统，
另外，中共也可能介入今年11月台湾地方选举。为要防范国军和中共统战渗透，行政院会去年12月通过《陆海空军宪法》第24条修正草案，明定现役军人，若以言语等方式对敌人表示效忠，相关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正接所投降敌人，提悬刑度最长会当判10年，也将定有备甲有无犯处罚规定。要毋过条约拢留意认为对样态认定部分爱搁较明确。如果一个国军弟兄，他的手机桌面是个解放军的美女，这个算不算是对敌人效忠表示？他要有具体的行为去显示，而且依据个案的不同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检讨。就有一个人对习近平距离，他说没有了，我们是在玩的，我们是在反串的，可能是开玩笑，但是因为他行为举止不当，还是影响了军誉，我们会用陆海空军惩罚法。司法院接受效忠的表示含义相看，建议爱增加设想犯要件，像损害军事利益等，才符合宪法的最后抢大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南北两党要推动无在职投票，这草案上紧后礼拜变三读。那民进党团是提出投票日含投票前1天拢爱放假来反制。内政部表示讲，若准全面实行无在职投票，恐惊会破坏投票秘密，境外敌对势力也会想尽办法来影响投票。2076要地方选举，暗过有人因为读册，伫外县市工作，无法度伫户籍地投票。民众党团提议用移转投票或者是到指定场所的方式，伫无在职投票法制化。目前草案伫若被联手之下，政府指头内政部表示，若实行毋奈造成全部复杂，无法度执行，恐惊影响公平，会将导致各该移转投票选举人的投票秘密无法维护。境外敌对势力及其他不法人士也可能借由此扩大动员规模。民进党团也向强化民主投票促进法草案来下阵，主题提投票日甲政治日拢爱放假，各级政府机关提供配合交通补助，暗过学界看法不同。在 AI 时代，其实最能够提高大家信任程度的就是纸本。如果说我们担心大家因为各种工作啊，或者就是移动的困难，或者是这个要请假的成本太高的话，那我们应该要让大家有一个更充裕的时间去做移动这件事情。世界各国的投票率啊，一般采行强制投票的投票率会比较高，采比例代表制的投票率也会比较高。所以这是关键，不是前一天投票要放假，甚至礼拜天放假连放3天，刚好去旅行啊。民进党强调，希望透过今摆投票节放假的熟悉方式，用加放1天来解决。共党是开放态度，暗过强调甲无在职投票无冲突。多提供1天的假期，让选民有机会好好的去思考，我要投给谁，谁才是我合适的人。目前的做法看起来，在籍投票很笨，但是至少户籍明确。执政者应该对自己的选务要更有自信心。为什么别的国家做得到？那台湾做不到。移转投票跟放假1天这2个本来就是2件事情。中山会书面报告指出，加放1天假的建议，在无影响公平性之下会尊重。那强调无在职投票为选举前的申请受理造册到选票的印制保管、算票等定数，拢会互选部高度复杂，爱先行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受到这强烈第6冷气团也个辐射降温的影响，云林高坑透早只有6度7尔。这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提醒中部以北也个东部地区呢天气是真寒。明仔载虽然这第6冷气团会淡薄减弱，不过各地头的云较少，辐射降温会愈明显。拜5、拜6透早温度是愈低。学生囡仔摕遥控器开教室的小气，伫云林高坑海拔差不多800公尺的中湖国中，透早低温伫10度以下。伫大班有冷气的政策，学校因为海拔较悬，冷气无接用，电到寒天会当适时切换小气，让师生伫教室较袂寒。自己觉得其实比较温暖，有稍微比较专心一点。会有蛮多人，或者包括我自己，不太敢走出去。然后我们学生甚至在教室里面会有毯子。
涂骹还佫有一寡幼兵，合欢山上细楼透早低温加水汽通过，有落米雪，规个望气山区白死死。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低温特报。透早西半部地区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低温搁再降低。云林高坑7到6度7，嘉义德基低温7度9，金门的金湖嘛敢若8度1。气象署讲，拜四东北风正方面会佫落阵雨，拜5开始到拜6水汽减少，辐射冷却的效应会佫较明显，透早低温会佫较低。辐射冷却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还有周晚上到周六清晨这段时间，它的低温都会相较今天清晨来说来得更低很多，尤其它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广。天气风险公司指出，拜6日时是冷空气强度较冷芳的时阵，暗时开始另外一波冷空气会佫落来，天气持续偏冷。后礼拜1日时开始高温会回升，看一波较冷的冷空气落南，可能会伫后礼拜18这卡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海拔2000外公尺的嘉义县阿里山森林娱乐区，在起码到9点的时阵开始落雪啊，大约是落20分钟。阿里山气象站就讲，顶一摆阿里山落雪是8年前，今仔日透早呢，低温水汽阁有随着阿里山就落雪啊。早起8点外，阿里山珠三车站外口落着雪甲米雪。阿里山气象站指出，在时的温度只有2度左右，佮加上水汽的配合。和阿里山包括珠三车站、塔塔加的所在，难得出现落雪的天气。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珠山车站，大概8点50分的时候，气温2度，那有下了大概5到10分钟的雪。那因为现在白天随着气温上升，现在气温大概是3度，现在是在下冰线的状态。阿里山气象站表示，即届落雪区域无大，时间嘛无长，所以园区内底较侪是着沙沙巴雨，也是着米雪。这嘛是自2018以来，阿里山阁再次出现落雪的画面。查过之后是2018年1月10号是最近一次的降雪这样子。因为今天的水汽是条件是比较充足的，然后天气也就是比较是转阴有雨的状况，所以虽然地面温度是大概是摄氏2度左右。气象站嘛指出，敢会阁落雪，爱看山路的温度甲水汽，嘛是因为低温的关系，山顶在时的路面可能会因为担心有结冰的状况，民众若要入山区，爱注意个人的保暖甲行车的安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一个新加坡籍的爬山客，家己要去爬武陵4秀顶山脚，经过拼连线的时阵，因为这天气也个装备等因素，伊就讨救兵，伊就使用这 InReach 低轨卫星通信器发送信号。这新德县的消防局和空勤总队真紧就找到人，成功解救落来。你要往上啦！搜救人员甲所扛落去，帮助新加坡籍29岁姓林的爬山游客脱困。找到伊家己一个去爬武陵4秀往台北尖山的过程中，伫海拔3524公尺的品田山，因为天气伤寒，路面结冰，装备阁落落去山谷。伊使用 InReach 低轨卫星通信器对外求助。新德县消防局接到随去救援，测试中到12点半左右找到伊。我们评估，先协助用绳索将他下设到新达山屋休息过夜，恢复体力。8号早上，我们请空勤的直升机协助吊挂，把人从山区送下来，转送医院治疗。搜救人员先帮助患者摕到新达山坳过暝，到差不多早起8点半，空勤直升机甲吊挂送去德东和平公园，才互救护车送去新德的百荣病院。学者讲 ，InReach 低轨卫星通信器是定位工具的一种，和 GPS 比，除了会当显示定位，佫会当发送 SOS 求救信号，坐标位和信息，有这功能会当大幅提升搜救的效率。假设我要知道我在哪里，那当然就是用 GPS 提供我的位置的资讯。那这个 InReach 可以记录位置，透过低轨卫星就可以回报到控制中心，从那边就可以提供救援。目前有6个地方政府有订登山相关的自治条例，你就要携带相关的通讯定位设备。InReach 只是里面的一种。消防署表示，讲目前有6个地方政府有订定爬山相关的驻地条例，要求爬行管区内的管制山隙爱配备通信定位设备。中央嘛有提供补助，鼓励民众去做这种常用的低轨卫星通信器。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苗栗头屋象山村有一个姓吴的民众呢，昨伫咧田内面做事，可能是去弄到这个虎头蜂群，规定落来甲顶。伊厝内面3个人也去甲解救，共款受到虎头蜂的攻击，落尾拢送病院治疗。其中这姓吴的民众伤势严重，搁再引起过敏反应，紧急送病院插管治疗。 那到现场后发现为一家4口皆遭虎头蜂咬伤，那1名男性患者有过敏性休克的状况，那其余2男1女皆为轻伤。我爸爸跟一个我的叔公嘛，是对，他们都在田里面工作嘛。然后我听到叫声之后，我妈妈跟我弟弟下去看的时候，就也都被叮。 红顶上严重姓吴的民众，因为严重过敏反应造成呼吸道拢肿起来，气管衰竭，病院甲伊插管治疗了后，车皮早起转去南口的中基病院救治。另外3位厝内面的人状况是稳定。消防局落尾是请厂商来检测芳收，确认是讲是这就是乌盾虎头蜂，也提醒民众若发现到虎头蜂，就要闪较远的，入去深山哪内就要穿长枪衣，才会当确保安全。 来看高雄这大同病院的经营权，去年由中基病院来接。迄当时有讲好势薪水甲劳动调整，即马虽然变做是无共款啦。到去年10月呢，有105位的医护人员来离职。再去病院工会招上百人去到市政府抗议，要求这市政府呢爱替因主持公道。陈其迈，陈其迈，大社会市长当期卖出来主持公道，高雄大同病院工会车被带900几个医护人员来到市府大门口电证抗议。工会表示，大同病院去年1月初1换点假病院来接手经营，当初讲留落来的人薪水福利、劳动条件拢会比进前更较好，不过全部跳票，那薪水奖金拍折，一个人过来做几个人的工课。到去年10月为止，已经有105个人离职。这些数字不只是数字，它代表的是医疗量能的下降。 有一个病人来申请病历，我问他说：“你申请病历要做什么？”他说他一直等不到住院通知。我光年薪就比去年高一发给我薪水总计后少了15万。我的工作量跟我的付出根本不足以用这个薪水来比拟，因为我一个人做了好几人份的工作，但是迟迟都请不到员工，争不到人。 代志愈做愈多，薪水却愈领愈少。针对大同工会所讲的种种指控，点假病院发声明回应，所有管理制度拢合法合规，这指控拢无事实的依据，将会保留法律追诉权。市府方面由副秘书长王启川接下电证时，针对工会诉求，卫生局表示，初步了解，点假病院拢有照合约在行。依条文、依合约，我们逐一检视。那我们大概初步的认定在整个的保障的。 这个义务上面呢是有符合的。伫咧接电证时的过程，工会人员因为不满市府无回应明确的回应，双方一句来一句去，愈讲愈无欢喜，加在无发生更较大的冲突。医护人员带袂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病院的医疗品质。大家望代志会当顺利解决，唔通影响到民众的就医权利。记者郭家祖、柯兆勇、高雄场报道。 来看这条新闻有影足合的哦。这昨早起呢，有民众去到屏东分局办公，不过这值班的员警呢，对其他的民众志工呢讲话是真无客气，明知影伊是伫咧执勤，却一直用手机看影片。屏东分局表示讲，这个员警是警备队的，确实是伫咧执勤期间看一寡和公务无牵连的影片，会追究伊的相关责任。 在伫建局值班台的员警调整一意了后，专心看手机的直播影片。民众指控当时伫等另外一个员警到场，发现这个员警连续对几落个协工民众，也有志工口气无好，也有伫执勤的时间看手机直播影片，实在伤寒。你就看到志工来那边有点大小声，我才抬头一看，还看到他在看直播。要不然你站柜台就有警局的门面嘛，你态度糟糕那就算了，结果你还自己在那边摸鱼。不是大家警员拢安尼啦，伤过离谱啊！代志是伫初7早起10点发生的。民众讲，当时现场还有其他人，员警照常专心伫看直播影片。这个员警上班无认真。屏东分局回应，这个员警隶属警备队，确实伫执勤的时阵看甲公务无关系影片。经了解，确实有于执勤的期间观看与公务无关之直播影片的情形。那本分局就严谨为师的部分，将予以记过惩处，
及追究干部的责任。其他民众认为，远景上班的时阵，有当时摕手机确认消息，还是接电话是无要紧的。不过，伫勤台、伫勤的时间，一直看私人影片，安尼有可能损害警局的形象。屏东分局除了追究相关责任以外，也会持续加强远景伫勤的纪律，避免类似的情况搁再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宣布这营养午餐免费政策了后，有几个县市也对咧响应。事实上，亲像桃园、宜兰、花莲等10县市呢，已经有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啊。若讲到这新北市，因是回应讲，若准备来推动，就要投入46亿的预算，是全国负担上介重的。这部分呢，会搁再含机会来讨论。为着要照顾囡仔的健康，学校的营养午餐是真重要。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发出今年9月开始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其实英国在桃园、宜兰和花莲等10个县市都已经有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除了家人响应，在初八即天，台中和高雄嘛接续宣布，自115学年度开始，台中要投入25亿至30亿，高雄是10几亿的经费，在公立各中小推行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免费的营养午餐政策应该视为政府整体政策的一环。从115学年度开始，台中市的公立小学、公立国中免费实施营养午餐政策。我认为，不论家庭的经济条件如何，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获得同样好的照顾。每天的午餐菜色，大家都能够享用符合3张 1Q 优良国产食材。目前800支桃生活款当中，桃园自2003年都已经免费，剩新北市还无啥无水。初八新北市府记者会顶头，市长侯友宜是回应讲，若准备推动爱投入46亿的预算，是全国负担上重的，未来会搁参新北议会研究。因为新北市如果营养午餐免费，大概要投下46亿元，也是全国最高的。在全国最高的预算的过程当中，今年的预算过了，会不会顺利编在明年？我会盘整整个财政状况，做好适时的调整。新北市府表示，目前当年已经有投入大约3.1亿，专家补助市立高中及各中小弱势学生的营养午餐。若要推行免费的营养午餐，要搁谨慎评估财政再来调整。嘛，呼吁中央甲地方同齐讨论，提出一致性的政策，避免各县市资源无平均出现落差。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是有数今仔表示讲，已经接到台湾促造公司自主通报，客户幼儿童成长专用配方的食品有2批好的物件，因为无法度排除，敢有去用到受仙人掌杆菌物质污染的原料，为了消费者的健康安全性预防性的自主性来入价，提供民众退货换货。是有数强调讲，民众若准有买到这个产品呢，唔通搁再食，赶紧去退货。是有数也讲呢，这仙人掌杆菌毒素会冻热，袂因为煮过就来破坏。若准无细粒去食到，可能会感觉想要吐、腹肚肚肚的情形，就要赶紧就医。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今日排审《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20个提案版本草案内面呢，有5个牵涉到少白生囝，引起议论。这法条还未开始审查，调解立委就轮流发言，下晡才开始审查。不过到暗头的时阵呢，调委劳建国宣布，包含法案名称和第1条法条拢保留，连工再来讨论，宣布散会。人工生殖法已经几啊年无修订，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临时变更议程，初八排审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今次开放代理孕妇加做上大争议点。法条还未开始逐条审查，调解立委都轮流上台定述发言。民进党立委林淑芬认为，但因有关无社会共识，爱脱钩处理。国民党立委陈정辉表示，担心女性也是女同志，若子宫无健康，也会妨碍堕地人工生殖技术。台湾这件化现象恐怕更加严重。代理孕母也是一个人，她不是一个生产工具，把女人的子宫当成生产工具，然后可以在这里买卖。这个社会敢真正拢安尼？当你是在女同志，或是你在单身女生的这个范畴内，未来想应用
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其实你也必须要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子宫。民众党立委陈昭书是第二场来举牌仔表达立场，伊表示有一寡想要洗刷子宫病变的女性，确实有代因的需求。总统也强调，副总统萧美琴也落摆表达支持，以及其部分民进党立委未以意识形态阻止法案通过，所讲的脱钩就是以脱代骗。我们整个版本的核心，第一个就是保护代孕妈妈。难道你真的认为你认为对台湾的女性自主权没有信心吗？重点在扩大这个单身女性或者是这个现判的这个女同婚，那么本身呢有这个子宫的情形之下那么怀孕的这个生育权。因为20个提案版本草案中有5个涉及代孕形式，包括台湾民众党党团提案、国民党党团提案、立委王兆敏等18人提案、立委陈建辉等20人提案，甲谢宜煌等17人提案。下昼才开始进入实质审查、大条讨论，也毋过到尾仔5点半左右，调会劳建国宣布，包括法案名称甲第1条法条拢保留，得记在即宣布散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还佫卡伫立法院，行政院长杜永泰就表示讲，送到立法院已经超过4个月啊，影响的规模有到2992亿，其中呢，这国防部影响上介济有752亿。杜永泰指出讲，最近发生的战机事故相关的装备训练也拢受到影响。不过在野党是批评行政院带头违法，唔轻便已经三读通过有关军人台务经销退休金的预算。到了新的年度了，总预算案连复委都还没有复委。这是我国宪政史上的第一次。向在野党一直发声，行政院长杜永泰带12个部会首长召开记者会，讲今年度卡条的无审的总预算有2992亿的规模未使动用，各部会影响的以国防部上济有752亿，包含中国较惊的海马斯系统，也有换地汽车飞弹的战备需求。外交部有110亿，经济部有378亿，交通部342亿，其中 TPAS 计划若中断，影响上100万通勤族。另外，像公土少子化政策，先用体补助加钱到10万嘛，拢受影响。很多我们现在还愿意生小孩的爸爸妈妈，其实是一个在福利上面的影响跟受损。今年其实是台湾外交很关键的一年，像在中东欧的这个拓展很多国家都期待台湾模式来取代中国的这种“一带一路”。我们的应变中心没有备勤室，所以应变的同仁，他们晚上如果轮值或者是轮到睡觉的时间，他们是趴在桌上或者是坐在椅子上睡觉的。预算如果没有通过，大家会很失望。除了第一线的海巡，杜院长嘛提起这阵发生战机落落海事件，强调总预算嘛关系官兵照顾，像舰导各种 F-16后续训练等。不过在野党认为问题就是行政院无依法编列已经3读通过的提高军人待遇，也有经销退休金的预算。我谴责卓院长他竟然消费这样我们这个非官失事的这个事件。你如果真心关心每一位士兵，那应该赶快把总预算、军人加薪的预算赶快编进来啊！这是去年总预算卡关，后来成功当初的重要的这个朝会协商，只要行政院同意，而且承诺马上会追加预算或把它补齐。马上就可以审啊！民众党要为退休减少启动团体诉讼，提回本来应该提到的退休金，7月开始收件。民进党立委是呼吁本会期敢若剩3礼拜，找到议会调解攻防，关系总预算案是不是会当顺利摆入议程，各化拿备，互政府会当正常运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动保法20多年来经过15届修法，今仔日行政院搁再通过动保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审查。这届修正的5大面向，包括着这动保检察官的执法权，若准有必要会当进入公司场所稽查。另外，民众的听闻若准饲饲的，就甲放杀，相当罚100万。两只狗仔是真亲人，欢喜在佚佗，结合相黄本地和妈妈生活伫花莲，不过主人无爱饲等候厝内人嘛无法度照顾，落尾是紧急送来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人员细致照顾训练，嘛替因来找新主人，3礼拜后就好运找到新的家。不过另外一只猫仔景点已经来到协会8、9年啊，但是搁在找主人。
花最多时间其实是帮他找到适合的那个对的那个领养人，这个成本一定是很高的，尤其是弃养，如果他是直接丢到马路上面的话，那个对社会成本来说是超级高。民众不管是无法度搁饲，还是甲动物单调，若是无照正规定数来送养，会制造更较严重的流浪狗仔的问题。对这动保法会搁一摆修法，加强饲主的责任。动物若是放弃，伫5天内饲主无申报放弃，就看作是弃养。若有人甲无想要搁饲的动物送到动物收容所，袂当直接等伫门口，无嘛是看作是弃养。针对弃养的构成要件然后去做一些明定，那同时将罚则的部分从现行的一个条文提高到10到100万这样的一个行政裁罚。动保团体认为讲要强化饲主的责任，整体嘛是需要彻底落实宠物的登记制度。所以我们是很赞同将弃养的罚则提高。我们讲做晶片绝育疫苗，的确我们是认为说是需要再提升、再加强。但没有晶片，的确你很难判定谁是失主。动保法对民国87年公告了后，过去20几年已经修法15摆。农业部讲，这摆修法是先针对有关毒共识和实务上会当做的先做处理。这摆修法有5大面向，佫包括虐待动物致死，刑责对2年以下提悬到5年以下。另外嘛，强化动保检查员的行政调查权能，必要的时阵会当入去公司场所做稽查和处理。不过地方有动保处表示讲，嘛是希望这个部分会当有警察陪咧做伙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将要落雨，家长的替囡仔准备下岗，有机会针对市面上还佫网络伫咧卖下岗，买23只囡仔的来做检验。发现讲有超过一半下岗拢有这塑化剂超过标准的问题。这有机会也建议标准局爱甲囡仔下岗列入去检验的项目内面。市面上有真侪无共湿水的儿童护鞋，网络顶嘛有真侪儿童护鞋通好买。消基会对市面上甲网络顶买20箱儿童的护鞋来做检验，发现内底只有3箱台湾制造的有符合标准，其他中国做的、日本做的，毋是塑化剂过量，就是标示无清楚。消基会表示，验出塑化剂过量的有11箱，其中超过上侪是这箱中国做的，塑化剂超过615杯。我们的法规标准是3种加总是0.1%。0.1%，那我们有些测到是50几%，所以这个已经超出就是几百倍。消基会讲，目前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只有将儿童的号码列入去化学成分的检验内底，建议也要将会接触到儿童皮肤的下岗列入去检验。卖鞋仔的业者是表示，其实即卖有真侪家长拢真有健康的意识。带囡仔来买护鞋，拢会关心护鞋的产地和化学成分。有的家长他们会比较建议小朋友的成长的健康的，他们就会问有没有塑化剂，有没有检验合格。那我们就会通常检验合格的，他们标签上面都会有挂 logo， 就是检验合格的 logo。对，那我们就会给家长看说，这个有检查合格，还可以给他们就是一个公信力。针对消基会检验的结果，标准局讲无符合规定的部分，会依照消费者保护法辅导业者含期回收也是改进。也建议家长买的时阵爱看标示，选天然的材质，摸看卖、片看卖。穿的时阵也建议穿袜仔，摸刷就要洗手。但消基会认为无合格真济，问题出伫儿童的护鞋无检验、无处罚。呼吁政府爱增加处罚的条款，才会当保护儿童的健康。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台南安南区的城西掩埋场3公前搁再倒火烧啊！最近1年呢，已经烧4届，附近的民众真无奈。环保局表示讲，目前24点钟拢保安伫咧巡，也会继续甲这粪扫砍土，减少火传出去的风险。警消人员伫边仔警戒大批火器物也一直抢烟，也过好加在这波的导火点是伫砍土的掩埋面表站。研判是因为最近天气干燥，长时间堆地翕热，刷烧起来。孙检员发现了后，随通报几点钟来将火拍花。也过加上这摆导火已经是1年来台南城西掩埋场的第4摆火警，一直导火烧起来，互附近的居民真无奈。有烧大的、烧小的啊，有那些烧几6工的啊。粪扫味足重，你是透北风啊，阮才所骗袂着啊！你也爱
够热人透西南风较会。因为晨曦焚化炉在地方其实已经影响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那这个火灾不断，又让大家的身家财产甚至生命都受到威胁。不要每次说会提供监督，结果后来还是一再的火灾城西烟霾场去年3月21，3期烟霾场区的火10月15，2期烟霾场火警11月30，2期场区佫发生大火，今年1月15，2期场佫一摆烧起来。民代要求及时监控降温，若有人员甲设备不足的问题，爱随提出佫改正。对此，台南市环保局表示，24点钟人员巡查制，发现各样的情形，会随通报环保局甲消防局来处理。我们目前已经装设这个摄影镜头，那搭配人眼的巡检，那后续呢，我们会再结合 AI 辨识的系统，那希望能够补足人力巡查的不足，来预防后续掩埋场再次着火的情形。另外，环保局也继续办理捅出来粪扫勘图作业，降低粪扫直接暴露伫外界环境，呼吁落实粪扫分类，避免危险物品淋入烟霾场。同时，城西焚化精神炉预计3月底试运转，到时阵山顶粪扫、烟霾场即卖粪扫渐渐转互焚化炉来处理，会当有效增加气化的速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98年历史的新德关新堡西河塘，去年争取到文化部5000万的修复经费。去年12月27发生大地震，这厝顶搁再放弃。新德关文化局会勘了后，决定先加强保护，再搁来发包修复。直接脱落，就掉下来。好在那天晚上没有人在这里。看到土骹满满拢是祖厝的厝遐，后代子孙生活来实在真唔甘。新德关历史建筑新堡西河塘，因为保留客家族群传统建筑，有98年的历史，想要到修复计划还未开始，到去年底规模7个地档，又甲海厝顶崩塌去。我们之前那个文化局还没有维修之前啊，是会漏水的。我们把它这个先这个遮雨棚了，类似遮雨棚了。我们防止它漏水，继续会，如果说一直漏水的话，这里可能就会倒塌。屋檐这个当天晚上那个地震晚上就要垮下来了。地方文书工作者指出，新堡西河塘伫当地是真出名的建筑物，除了是代表传统客家风格建筑以外，内部壁刀顶还有真侪彩绘壁画，希望政府爱赶紧进行修复。很久以前就在沿着物理上面搭了铁皮屋，来保护做第一步的保护。可是到现在还没进行修复，所以我希望能够尽快动工，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会越损坏越严重，以后修复可能很难了。我们其实已经有启动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的方式那也非常感谢文资局已经也核定我们的补助有总经费是5000万元，那我们也会后续来包括这个整个招标的机制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尽快来启动。文化局指出，为了安全，目前除了先暂时伫电场附近抽线，提醒民众莫挖井以外，所来卖赶紧发动修复计划，和新堡西河塘恢复原地风采。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尊重生命的观念，对囡仔开始定根。台湾动物经济救援小组头一摆甲高雄在地招金歌戏风合作，甲这生命教育的理念结合着传统的歌戏，即戏文内面加咱保护动物和海洋。对这动物救援小组甲歌戏风来讲，这拢是一种的新突破。因为实在是不应该随便放捕兽夹伤害动物，到底是什么人叫你派啦？这只好扣拉人坑的侦探，业界哀哀叫，救援人员赶紧走来斗相共。为着要定根生命教育的观念，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找高雄的招金歌剧风合作，头一摆透过歌剧来演出保护动物、爱护海洋生态内容。其中高雄市永民国小师生也来客串演出。老师讲，虽然讲台语有挑战性，不过用歌剧来加强生命教育的重要，实在真趣味也真有意义。透过这样子比较活泼然后有趣的戏剧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能够贴近小孩的心灵，然后更能够打动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尝试。你讲我安怎样？我无安怎，多谢亮君。哦，免客气，免客气。真是笑，刘爷爷速告。好。这
出戏也甲苏讲造成罕见动物危机的主题写入来，这摆合作对双方来讲是创新嘛是挑战。一边是守护台湾传统文化，一边是守护流浪动物的性命。尤其这摆有袂少演员是团长陈昭金的学生，透过演出，唔但互歌剧得到传承，也甲爱环境、爱动物的观念推送出去。所以我们相信，唯有教育才是改变台湾流浪动物命运最根本的方法。但是这条路真的不好走，那也很感谢在这条路上遇到昭婷老师，遇到他的团队。累的我觉得很有价值，那觉得说自己好像也把我的人生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成就。这场表演在红山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头摆用歌剧来教大家生命教育的重要性，趣味的剧情、简单好捌的内容，和数百位的观众拢留下深刻的印象。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永昌报道。南港音乐保存者陈燕珠伫咧2004年，获文化部认定做南管音乐保存者，接触南管60多年。这届文化部甲伊的故事生平记录出版一本册，和最近间国宝陈燕珠的南管风华，由学者施德玉来做记录，希望透过文字的记录甲谱，甲台湾珍贵文化保存落来。这位是南管音乐保存者陈燕珠，民国36年出世。伫咧迄个年代，因为条件无好，国小毕业就去做工，甲厝里斗分担。想要学南管，就要在下班时间家己去学。算做讲，我的迄个老板呢，伊拢嘛真听阮啦吼，就是讲下班时间，伊就先甲阮讲。你倒在食饭食咧？啊，他等下我带你来去南城社安尼。去到南城社呢，阮就一直伫遐练到差不多下暗12点。陈燕珠对15岁开始伫咧台南南新社学南管，到现在已经80岁。到大伊同款维持每礼拜3、拜6拢会参加台南南新社的活动。文化部为着要保存南管基地，出版一本合作《临江国宝陈燕珠的南管风华》。作者是写陈燕珠的生平故事，收集南管乐谱甲相关传承留落来记录。我是用一个音乐人的角度来撰写，而且中间很多南管文化的专有名词，我都有把它诠释做注脚，让一般民众、社会大众看到这本册的，会让知影虾米叫做南管。陈燕珠真感谢文化部，伊讲当初囡仔时学南管，拢是靠口传，连录音机都无，但是现在有文化记录，影像传承，南管的声曲就有机会伫咧台湾代代流传。记者查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教育部初七公布新版本的台湾台语输入法电脑版，和进前的版本呢已经差15年了。为了要提升民众的使用体验，除了这罗马拼音一字一字拍，也听好干那拍10字的声母，就有常用词通选，各会预测几句。教育部也讲呢，目前手机版本的输入 App 也搁伫咧开发当中。无论是影片创作的字幕，还是传送信息给亲戚朋友，输入法是现代人在拍伫上界基础的基石。教育部在初七公布新版的台湾台语输入法电脑版，而旧的版本上无已经经过15年了。教育部表示，除了罗马拼音一字一字拍，也通干那拍10字的声母，都有常用词通选，搁会有测语句，希望提升民众的使用效率甲体验。Apple 伫去年9月，其实就参考阮本部的本土语言成果的参考列表内底所有的字型，伊拢有放伫伊新的作业系统内底。Windows 的部分，即摆伊输入法已经有来建阮的字型。啊，毋过你若要输出到程式还是那个浏览器的话，啊，就爱搁安装一个当完全显示那个字型的，亲像是台湾开体啊，搁还是有 N3 即种的。不过，若咧手机啊，一寡民间做的台语输入法 App， 一寡字会看袂到。教育部表示，可能是Unicode编码无维持在上新的版本造成的。有学者呼吁这款台语发展的基础工程，教育部会当透过公司合作，还是提供补助，毋是全靠民间行头前在开发得经。之前迄个一团嘛有做台语输入法啦，到这里看即马都无资源啦，教育部会当倒伫头前。毋是靠阮伫遐寄付，内委会有就有钱，所以当看当伫拉顶管看到即个客语的语音的助理啦，即时的翻译啊吼，原说嘛当考虑
来做这个台语的 AI 的基因助理，也是讲像客语，那么有一个台语伫LINE顶悬的即时翻译的 App。教育部表示，手机啊平板的台语输入法 App 未来嘛有语音输入的功能。那台文字型选择少的部分，教育部表示，目前台文字的国际编码拢有提供予字型开发商，未来会继续鼓励民间针对台文字来开发。记者卢尚如、郑准友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这美国军方昨伫咧北大西洋含加勒比海扣押2只委内瑞拉的油轮，其中一只是挂罗西亚的国旗。就报道指出讲，这罗西亚阁出动唱水艦保护，若针对扣押是无任何抵抗，英国的海军也要支援美军。就伫咧加勒比海甲船长号游船载落来，无到1个月时间，美军查测第3摆以违反制裁做理由，出手两只扣押委内瑞拉有关系游船，而且这摆军事行动伫北大西洋甲加勒比海2架进行。伫加勒比海游船号做索菲亚号，另外一只是原底号做贝拉1号的马林雷拉号。This was a Venezuelan shadow fleet vessel that has transported sanctioned oil. The vessel was deemed stateless after flying a false flag, and it had a judicial seizure order. And that's why the crew will be subject to prosecution. 这只原底挂盖亚纳基亚游船，去年为伊朗出发，技术原底按算伫咧委内瑞拉增运石油，不过伫咧空船闪过美方的临检了后，就改做挂罗西亚的国旗，佮改名做马林雷拉号。还有报道指出，莫斯科政府派海军舰艇来保护。美军用2礼拜时间追踪，最后伫咧冰岛甲苏格兰附近的海域进行两只扣押行动。英国海军阁提供海上甲空中的后勤支援。国防大臣施里迄天伫咧国会议场指出，英国、美国有双边安全防卫合作关系，也若英国提供的资源完全符合国际法。罗西亚交通部表示，这是以临时运转的方式才运转这只游船挂罗西亚国旗，其他国家是无权对合法注册船使用武力，而且要求美国好好款待船顶的罗西亚公民，允准因赶紧返去罗西亚。另外一方面，因为无经过国会授权出兵，逮捕美国总统马杜罗去互国会机关抢的美国国务卿 Rubio， 切实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有一套稳定、复苏，然后过渡3阶段计划。佮讲扣押索菲亚号行动背后有委内瑞拉政府的配合，而且佮强调委内瑞拉唯一对外互人原油摕到收入的方法，就是配合美国甲美国合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军车3去委内瑞拉，甲总统马杜罗抓起来。这次呢，这马杜罗支持者出在街头，要求讲要甲马杜罗放出来。另外，互美国点名的哥伦比亚总统贝多，本地是讲不摆渡提武器来抵抗美国。不过，这次呢，伊的态度出来柔软，含川讲电话讲要1点钟，川也证实讲等咧安排贝多来访问北京。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者行起伫街仔路，因摕旗仔喊口号，要求美国甲对因遮掠去的总统马杜罗放倒来。委内瑞拉的军方讲，迄天美国的军事行动是造成至少24个委内瑞拉的维安人员死亡。另外，军方嘛伫首都卡拉卡斯替死去的士兵来办丧礼。临时总统罗德里戈斯是宣布讲，全国会为突击行动内面殉职的军人来哀悼1礼拜。Independientemente que su ideología sea distinta, que esté de acuerdo o no esté de acuerdo con su manera de pensar, está ejerciendo su misión de dirigir una nación. Y si a ustedes le secuestran el presidente, están secuestrando a la patria entera. 美国伫逮捕马杜罗了后，呛讲嘛要对制造毒品，佮卖互美国的哥伦比亚总统佩佐采取行动。佩佐对这是表示讲，伊无摆拄卖甲武器举起来抵抗美国到底。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后壁是证实2个人，伫川普就任了第一摆敲电话，双方讲要1点钟，而且已经开始安排互佩佐访问北京的相关代志。Y en la conversación toqué 2 temas para no alargarme, le dije, y una solicitud. Se restablezcan las comunicaciones directas entre cancillerías y presidente. 除了哥伦比亚的总统洪点名，古巴嘛，互川普暗示有可能要面对美国这边的压力。美国长期对古巴是采取经济制裁，古巴长期以来只会当靠委内瑞拉这个盟友来供应石油。但是川普伫推翻马杜罗政权了后，计划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含全球销售，这恐惊会互古巴的经济是愈来愈歹。Are you considering U.S. action in Cuba? We're not. I think it's just going to fall.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action.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for the count. You ever watch a fight? I have. They go down for the count.
And Cuba looks like it's going down. 古巴的民众是讲，虽然目前的局势即马无未来水拉的石油供应对因是产生真大的影响，但是古巴和其他的国家嘛有协议，应该阁会当对遐个国家来提着石油。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2026消费电子大展伫咧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今年有超过4500间厂商和新创公司参加展览。场内利用 AI 人工智慧研发的产品是互人看甲目睭花，其中有真侪 AI 商品拢是民生用品，这代表讲 AI 愈来愈接近咱的生活。赤脚徛伫体重机，双手六手柄，这个看起来敢若运动中心定定出现的 InBody 测量机，即个会当测量的人体生物数据，比平常的加出袂少。2026 CES 消费电子大展伫美国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展示，根据 CTA 美国消费科技协会统计，今年包括1400间新创公司，有超过4500间厂商参展，其中有袂少拢是利便的民生用品，像有企业注重伫个人领域，杀出第2代智慧体重机，会当测出患者得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前期数据，提醒患者量早发现治疗。We collect more than 60 biomarkers, and we make a total assessment of your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your metabolic health. 除了体重机，对于头毛发真紧的民众来讲，剃头毛的机器嘛是袂使无的。有新创公司研发全球头一个 AI 理发器，民众敢若需要伫头部戴好这个机器 ，AI 就会根据使用者的头型自动调整刀片的角度，互民众家己 DIY 剃头毛。It uses a band that wraps around your head, the clippers themselves, and a mobile app to create a perfect men's haircut in less than 15 minutes. 介意去户外观察鸟的民众，伫即届展览袂使无看 AI 千里镜，这是总部伫中国的新创企业所研发的产品，会当互使用者用千里镜翕相片甲影片，机器内底还有超大数据库，会当认捌超过1万种鸟仔，阁会当连接网络检测食物甲动物，也会当分享翕到的影片、相片去社群平台。A lot of people really truly enjoy bringing those guidebooks, identifying the birds, identifying the plants and the animals that they see on the trail. This is water resistant, dust resistant. It gives you that opportunity to learn versus carrying around a lot of extra luggage. 另外，网络叫车平台 Uber 嘛，甲美国电动车商路西德自动驾驶技术企业 Nuro 合作，研发无人机能车，以路西德所发行的修理车款进行改造，伫车顶放感测器、监视器雷达这设备，互车会当360度全方位监测，车内还有互动式荧幕，提供乘客控制温度、座椅，还有娱乐系统。这款无人机能车顶个月捌伫美国旧金山园区开始道路测试。一定会伫今年内量产，正式伫旧金山的园区展开服务。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咱最后来看明仔载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10度到1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2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0度到2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1度到20度，天后金门马祖对8度到16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